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台南一个76岁妇人人赛车从红灯失去控制，弄到乌托邦甲脚踏车，一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台北一间出名的咖啡厅头家去互指控讲，伫咧便所甲人偷翕有13档，佮甲偷翕的影片照明落去分类。地方一般性补助款互台检，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讲，支持中央总预算的立委会先甲因的官司斗解决经费的问题。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的暗新闻，我是蔡雨欣。阁有侪伙人赛车来发生车祸。伫咧台南，今仔日下晡1点多，一个76岁妇人人赛车载朋友经过成功大学的时，伫咧大学路口，唔知讲是安怎来冲红灯，失去控制，弄到2台乌托邦甲1台脚踏车，也弄到呢，阁无停哦，是继续冲对路边的29台乌托邦去。也这件事故是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监视器真清楚翕到这台驶往路口的nguyên色轿车，头前是红灯，却是完全无减速。经过原成功大厦校门时，先去弄到公向停等红灯的2台汽车了后，随去弄到1台正伫通过路口的脚踏车。74岁这4单的骑脚踏车的人，轰弄飞去，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急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这个阿北是要左转过去，他那个车子要直行，对，就是把人直接撞到我，我那个车上引擎盖上还有一点阿北的血，撞到我的左边引擎盖之后，阿北就掉在地上。不过，造成事故轿车无停落来，又搁再向前去弄到几排，总共29台停伫路边的机车了后才停落来，已经离头一摆弄到所在有100公尺远。意外发生伫七八下晡1点45分，当时大学路甲成功路口，记录人这边是青灯。不过造成事故，赛车的人76岁4楼的妇人人，不因原因无减速停车，直接抢红灯。这个车祸意外造成1人死亡，2人轻伤。驾驶的部分目前是那个执照正常，那身体状况的部分目前调查中。目前初步的状况应该是操作不当。你的身体状况还算对稳定，但是说刹车没办法做动。造成事故妇人人对厝内底人讲，当时有看到红灯，不过大东啊却是无反应。因来警方对伊进行酒测，并无啉酒赛车，伊的驾照有效期限到112年7月1日。造成事故原因甲相关的责任归属，也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也台北这边一间出名的咖啡厅，头家去互指控讲，伫咧便所偷翕员工、偷翕人客有13档遮尔久哦。也这头家呢，佮甲这偷翕的影片照明落去建档案分类。即马这个头家是以8万交保hộ团，也到底有偌济人受害？专案是扩大侦办。路口的铁门打无限期停业的广告，佮讲会提醒预约的定金。最近伫台北市闹一相款的咖啡厅，头家互指控13年以来伫便所偷装摄影镜头偷翕人客，也是趁员工旅游的时偷翕员工洗身躯，佮甲影片按照名建档案分类好。警方收到报案，初五摕超速票收伫出名的咖啡厅路口，甲人带登去讯问，按照妨害秘密罪就办。本件被告涉嫌妨害性隐私等案件。经检察官申请羁押后，法院裁定交保8万元。检方获讯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院录伫8万块交保hộ团，案发了后也引起厝边隔壁的讨论。办到6日开吧，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非常的不应该。那也希望在台湾的法律就是保护人民之下，也要严惩。这位头家也开另外一间分店，面对记者追问，伊是无讲话，骑机车离开。报道可能跟事实有点不太相同，这样子。
查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但后来才知道。因为咖啡厅网络评价袂歹，有真侪民众或者是网青，甲去店内消费的经验，可去网络分享。不过，伫疑似有偷翕案夜出来了后，也引起网友的讨论。因那互偷翕的到底有几个人？检警也继续扩大侦办当中，并且追查感受鸦片上网外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立法院去年通过性平3法修法了后，性骚扰申诉的案件是大大增加。去年有到3100多件，也卫福部就观察讲大部分甲人性骚扰的人是第一摆犯，而且呢是因为无了解性骚扰的界线伫咧倒位，才来犯错。所以卫福部就讲会要来讨论罚金会当用性平教育的时数来赌。那这件代志就去互批评讲无考虑到受害者的感受。好，卫福部就回应讲会搁收集各界意见。这几年性别平等意识起来，加上美兔风潮，立法院去年通过性平3法修法，不过因为申诉甲诉愿案件增加，真侪被控性骚扰人自然无欢喜。卫福部最近建议用性平教育时数抵消罚款，引起外界争议。不教而杀谓之虐，先教育他，然后告诉他有这种性平的正确观念。连续犯或是常常都是一直累犯的，我就觉得不适合。卫福部表示，无论行为人所讲是不是脱罪，拢显示国家应该强化性平教育。目前演技教育成做的范围，敢若包含非权势性骚扰的一般案件，而且是触犯的人。例如，未少行为人自认是笑亏讲黄色笑话，或者是传色情的图片来暗示对方，所以唔知已经入到性骚扰的底线。另外，若是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刑事判定有罪人，比如性别性骚扰、吸到对方的身体等行为人，拢无适用。他如果是触犯性骚扰防治法25条，他是这个告诉乃论是一个刑事责任，这个部分都不在讨论范围。被害人需求的部分就包括了，他其实会希望这些行为人能够道歉、能够补偿，还有受到惩处。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包括行为人的开发，再加上性平教育，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状况。辅导团体认为性骚扰分无共款程度样态，安怎判断情节轻重是一个真大问题，也考虑被害者的感受，不应该全部用教育抵消罚款。建议上课甲法官应该斗阵做。卫福部是强调，会搁征询各界意见，搁讨论是毋是推行搁修法，目前无时间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伫咧网络引头路正经讲爱真势利，台中都有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伫咧网络看到讲香港咧招人才，都伫咧3月要甲同学小招要去遐做工课，说互押去柬埔寨做诈骗。也一个女大学生的阿公为着要救查某损失费13外万，不过也是等无人。落尾政府斗3天，也一个女大学生甲因同学昨总算是顺利返来到台湾啊。李同学潘行李伫李长的陪伴下，将转来到台中山那个厝，即看到外公了后，就甲外公揽掉咧。阿公，对不起，咱唔再去了。李同学拄满18岁，转读大学进修部1年啊。因为看到网络有头路要找人，3个无厝内底人知影，甲同学斗阵到香港去工作，要互后到柬埔寨金边的诈骗园区去做事。我们到香港之后，他们说香港目前没有职缺，对，然后就。公司联系我们说，要到金边分公司。诈骗集团5月联络家属，要求汇款赎人。李同为外公汇代表13万6千块了后，却是议员担无走顺啊转来，尾也只好报警查协助。经过外交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也有民间人士走总之下，李同学甲伊的同学2个人将顺利离开这个诈骗园区，并且伫7日下晡5点10分平安返来台湾，由警方接机进行后续调查。松一口气安尼啦，都豆豆放安尼啦，安尼啦。啊，我想甲讲啦，讲转来就好啊啦，后摆唔通搁迄落安怎安尼啦。是在网络社群平台看到诈骗集团征人广告，所以相约前往香港应征工作，辗转前往柬埔寨诈骗园区，抵达后遭限制活动，
使惊觉招诈。李栋学讲，伊到诈骗园区了后，每天工作超过12点钟，虽然无防疫台也无防拍，不过烦恼讲4人拢无法度搁倒来厝啊。亚这园区要10外台湾人互控制。警方讲，后续会就2个人所提供的事情继续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好，诈骗也有7站，嘉义共有民间合作会倒回啊。这件诈骗案初步统计金额是有到4、5千万，至少有成百个新住民甲台湾人受害。因若是参加同一个新住民所成立的合作会，已经有10多档，但所找无回头，就是讲惊讲因的艰苦钱会乌有去。受害民众呢是赶紧报警察来办案。找无回头本人，民众直接找去因兜，不过大门锁起来，内底电话虽然有倒，也毋过确实无人来应。有一些那个给我们那个姐妹认识，后来我还知道她就跑掉，后来回去我又给她打很多通，她就没有听。开做头毛店，逐工赚的是辛苦钱，想要借由缀花赚一寡利息欠钱，却受越南同乡的姊妹倒花来诈骗。头家娘是真伤心，每次100-200块啊，这个跟会你看，就一下子就几十万就不见了啊，当然我们很难过啊。对不对？很辛辛苦苦，每天站了10几个小时呢。上个还没有标，一个还有几个月就满了。这5000还1万？5000的。受害哄骗去的新住民拢伫嘉义市参加相关来自越南的4站的新住民所招的民间合作会，陆续已经10多年啊。不过最近这4站的回头向阳失去联络，敢若还有老位数，就连伊工作的牛肉大的这头家还有同事，也拢哄骗过20万。现在因为会的问题，他就离开了啊，就找不到他的人了。越南籍征信新住民假借存钱名义发起互助会，并招揽越南籍同乡友人加入，征钱收取现金后即无故失联，被害人不甘财物受损而提告诉，本所已受理并积极追查侦办中。合作会一回1个月5000也是1万不等，毋但越南同乡的新住民，附近袂少大头也拢因为信任而加入。初步统计受害约上100人，损失总金额有4、5千万。真侪人去警察局报案，警方也呼吁民众毋通相信高风险，听人讲真好赚就投入，爱小心选择这投资理财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6月初8是国家海洋日，海委会甲国防部早起伫咧高雄港进行海岸12号演习。有人讲，伫咧海上安怎围捕、吊挂救援，也佮有舰艇海空训练式3大项目。也过程，总统赖清德是亲身监督指导。台北航线客轮和5名歹徒劫持，歹徒拍船员，也有举刀枪威胁船长，还有另外一只改装的快艇我军来接应。这时阵海巡署出动2只突击艇出动围猎。改装的快艇一直射来射去，想要赶紧走，突击艇用箭矢甲包围起来，尾下登上快艇，甲歹徒掠起来。海巡艇同时出动包围大皮轮，另外一组突击人员登船来攻击，甲船顶的歹徒掠起来，成功甲受重伤的人质救出来，并且由奥运直升机一并吊挂了后送病院。6月7日是国家海洋日，海委会甲国防部伫高雄港17号码头执行海岸12号演习，模仿歹徒会对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进行攻击，破坏咱国重要设施。总统赖清德亲身专程指导，伊强调铺设的清了拢无停止，特别呼吁立法院无分党派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我要借这个机会呼吁立法院不分党派，一起来当海巡同仁的后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让海巡能够有最先进的装备和科技，守护我们每一寸国土。除了海上的拦截包围，空中吊挂救援，也有结合海巡的10只舰艇，也有空群、空军救护直升机这海空分列式，规模是真大，也展现各南各自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是报复也是轮回。行政院台检地方一般性补助款是互地方政府真不满哦。一昨行政院长杜英台就讲，当初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立委，因的关系，中央会先到解决经费的问题，也讲这唔是报复，是轮回。最后是引起南洋关切首长讲谈话加批评。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予立法院台2076亿了后，行政院进前决定统一台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补助款25%，引发反弹。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切切表示，总预算案表决的时，支持中央的立委所属的地方政府会优先协助。这不是报复的心态，这是一个巡回、一个轮回啊。所以我们对于当初支持中央政府的立法委员，我们会去询问他地方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我们可以好好来商量。今仔杜永泰这话，搁再引发南亚执政的县市长陈不满用党话反击。行政院已经违法在先，现在又把治理国家搞得像经营黑道堂口一样，所以不只是在违法路上越走越远，更是公然的勒索以及分赃。最该被轮回的就是行政院。左手扇中央政府总预算，右手要中央的补助，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 所以，对于行政院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支持。个人造业，个人担。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也批评讲，杜永泰讲法破坏宪政体制，除了应该向全民回施礼，家己爱在进体，这也引起调野搁再论战。本来民主国家立法院就是应该看紧每一分人民的这个纳税钱，民进党这立法委员护卫的，我要多给你一点。 你怎么一点法治的观念都没有，离谱到这样子呢？我们也期盼中央能够跟地方有更多的沟通，特别是对于当时支持中央预算的这些县市们。行政院是回应讲，目前中央甲地方的困境是立法院无理性大抬调预算所造成的。在党的立委甲部分地方政府应该看清楚问题，并且理性讨论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无意义的政治语言是对代志无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也罢免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吴思瑶5派药厂第2阶段送件是失败哦。所落来重点就是爱看讲台北市5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投票爱安怎讲安怎红。南洋这边王宏维今日呢，就按照选举的模式找到小空做回去扫旗啊，好有选民哦罢免的这第3阶段呢，就爱去投无同意票。 太好了，花莲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哦。一个一个拜托选民罢免的第3阶段出门投无同意票，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比较选举模式，找来正道拿的带头者赵小康陪同市场拜票，因为前一天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5派药的2阶送件失败了后，南洋开始积极回红。 5个台北市立委，那基本上我们会设计一些区域联防团体作战。我们在地方上我们会跟民众党的议员来做结合，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具体的蓝白的合作。我相信一定是用9合1大选前哨战的方式来面对这一次的大罢免。这个蒋万安市长或是其他的县市首长，一定也是全力以赴。强调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协助台北市5席的南委集中火力反罢免，并且会和民众党来合作推出投票率。 确实，民众党也必须有他的角色，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愿意能够站出来啊，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仰赖双边的智慧。同款面对罢免危机的基隆市南委林派雄表示，会正面迎战，力战反击，规划发动陆空战。同市南委吴武庭到小连刷铺真侪影片，呼吁选民无同意恶意的罢免。你和我一起不同意恶意罢免。 也那民进党立委罢免案，搁减一件，罢免张宏六的团体宣布2届连署数无够安全的数量标准，经过讨论了后，决议唔送件。即马敢若剩罢免李坤成、林俊宪、王定宇、黄捷、柯志杰甲陈俊宇的案，也未到连署的期限。传出立营是评估立委和罢免的成功几率无悬，说落来是要拼罢免10席以上的南委。我个人评估，确实有机会可以罢掉10席左右或以上。 最后可以换掉6席以上。目前31件南委的罢免案2届连署已经送件，中选会按算伫20委员会议时新定插队的结果。那根据选罢法正式依法宣告成案了后，罢免案会伫20天到60天内办理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讲，嘉义大学甲晋南宫顶友堂合作，头摆办家长的文化课程，带学生认捌嘉义地区家长区的历史、家长的定法甲脚步，就是希望讲有更较侪人来了解家长这个信仰的价值甲社会意义。顶友堂的宣布会认真来教大学生每一个动作。嘉义大学头摆开办家长文化课程。 带大学生来庙口学习家长的定法甲脚步，大学生来学这边，我讲其实算一个最好
家将文化再推广出去。目前大家的部分拢是以上基础的第一，落路，因为家将你不管要创啥，拢爱落路。啊，第二个就是3粒，人讲基本步了3粒。经过2个多月的课程，家己大学嘛甲晋南宫电牛堂举办家长文化成果发表，拢总有附加地区20位学生参与。学生们若展现合适的成果，嘛互因体验家长出军的过程。手考读卡本正想讲介简单，结果无练到尾啊，嘛是感觉讲上基本的，结果是上困难的啊。一般大学生其实也很少会接触到这些像宗教文化之类的东西，能够有家将课程的话，我觉得多少也可以翻转一些年轻人对于家将的偏见。这样，嘉义市是算家将文化正盛行的所在啦吼，过去叫做家将课所以讲用一个较完整的课程，会当让学生学习会当较深入的、较完整的。电牛堂表示，家将是历史甲宗教艺术的无形文化资产，不过煞因为一寡社会事件来受到误解。即个配合大学来开课，除了希望传承文化，嘛希望透过体验的过程，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家长背后的信仰价值甲社会意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南美洲哥伦比亚伫咧2026年每年要来办总统大选，要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参议员乌利贝伫咧首都波哥大街头演讲的时呢，去互因枪击，头壳着穿伤势严重哦，也警察是随离现场，抓到一个15岁亚青的嫌犯。今麦当咧调查讲，伊到底是毋是凶手？好，15岁也未承认，这件事件是引起国内外关注。救护车的声音真响。在调情的哥伦比亚反对派参议员乌利贝前往病院，39岁乌利贝车骑伫首都波哥大街街头演说的时，互人对后壁开枪，2枪拍着头，一枪是弹着脚头躯。有人翕到乌利贝互警察甲民众送去的救护车的钟桥，出动时现场充满惊吓的发吼声。Y claro, las personas están preocupadas, están saliendo a ver todo lo que está pasando, pues porque de verdad es un hecho pues muy triste, muy doloroso que estas cosas sigan pasando. 警方当场抓到一位有枪的15岁少年嫌犯，目前搁咧调查，伊敢就是凶手。乌利贝支持者真激动，指控哥伦比亚总统贝多都是幕后的藏镜人，因为贝多是回应讲政府会全力侦办。Ahora no hay más que hipótesis y las hipótesis no pueden ser descartadas de antemano porque viciamos la ciencia de la investigación. 对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乌利贝是政治世家，伊的阿公多年拜捌做过哥伦比亚总统，阿嬷是创立号名做哥伦比亚团结的民权组织，伊的老母是记者，后贝多集团的老大艾斯科瓦掌控的麦德林集团所绑票。1991年伫救的过程当中不幸死亡。哥伦比亚国防部长桑切斯承诺会动员军警的资源，尽全力调查事件真相，也提供2100万台票的破案奖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移民局6月初6伫咧加州洛杉矶抓可能是非法移民的人，这又是引起民众抗议。洛杉矶的街头就讲有巡逻队向民众射催泪甲水甲咸姜水，场面真混乱。就有消息指出讲，联邦政府计划接管加州国民兵，各备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对，也这是去互加州州长批评讲是警察天火的。在加州洛杉矶郡派拉蒙街工业园区外口，美国边境巡逻队人员全副武装放催泪ga士，徛伫对面示威群众是提放上头的抗议。We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Eyes out of Paramount.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甲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官发现有洛杉矶的头家提假造文件请误工，所以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找人伫真侪地点进行搜捕令，逮捕至少40个疑似非法的移民，引起民众不满。有群众伫洛杉矶的联邦拘留中心外口抗议。Our community is under attack and is being terrorized. These are workers. These are fathers. These are mothers. She went to her routine immigration visit, and it was at that visit that they detained her and they told her that she had to go back to Mexico.
各地抗疫行动起初正平和，后来却失控。电报安全人员动用催泪ga斯、闪光弹甲发人求水维持秩序，场面是真混乱，也有民众受伤。洛杉矶市长巴斯批评，这亲像伫社区正恐怖的政治。北京副幕僚长米勒小发文表示，民众抗议都亲像是叛乱的行为。移民当局表示，会照联邦政府政策继续执行搜捕非法移民。消息指出，联邦政府计划接管加州国民兵，各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应可能混乱场面。加州州长纽森是表示，这个做法恐吓牵关政府甲民众的对立情绪。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天气相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这边27度至33度。外岛地区25度至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